每一天，牧师甲你做伙祈祷。今日是6月16日，以赛亚书52章12节安尼讲：恁出来，毋免着急，也毋免逃走。因为耶和华的确伫恁的头前行，以色列的上帝的确做恁后面的保护。三甲来祈祷。伫阮的头前行，也要做阮后面的保护的天父。愿感谢你，主啊！你是阮坚固的石盘，你是保护阮的盾牌，你是引带阮的光灯。你是束缚阮的主宰，主啊！你的话语安定伫天，永无改变。你的作为奇妙伟大，永远坚立。主啊！求你日日引带阮。行伫你的旨意，无偏左，无偏右。主啊，求你互阮用信心听候你的带领，无凭着血气，无靠家己的气力，求你教示阮，在安静伫你的面前，用信心来倚靠你，因为有你，阮就免着急，也免逃走。主啊，因为你的确伫阮的头前行，你也的确做阮后面的保护。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耶稣听你，赐你平安。